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多谢咱的二小诗班，伫今透早来为着咱拍开圣诞节期的开始。特别看见着因穿着绿色的衫，嘛象征耶稣搁我的快乐临到伫咱的中间。无需要邀请咱甲咱遮的小朋友，包括咱的家长，咱拍扑啊来甲因说多谢。愿上帝的祝福临到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。咱要分享的大声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听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。阮的确会当通过礼拜来成做阮的备班，嘛，互阮的兄弟姊妹伫主你的带领中间来领受着上帝你的祝福。阮求主你的圣神伫即粒伫阮的中间拍开阮的心，将主你的话语放伫阮的心中，来成做阮的准情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。阿门。咱今仔日是12月初1，嘛是大降节的第一主日。咱看见着咱的讲台来照着咱教会的传统来挂圣诞节的图样。咱嘛看见着伫外面。咱已经陆续拢来放圣诞节遮的画图。牧师爱真多谢咱教会的兄姐伫即礼拜陆续的布置，互咱拢会当进入到伫圣诞节期，互咱会当备满心来迎接耶稣的来到。我想伫即几年来，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嘛将真要紧圣诞节期。真要紧的布置来带来到伫咱的教会，也就是伫头前每一次的圣诞节会挂起紫色的布，然后配合咱的蜡烛。当咱点到第一支蜡烛的时，来象征伫即礼拜的主题是期待和希望。伫后礼拜所点到的第二支蜡烛。所象征的是准备甲信心。伫第三礼拜，也就是要点到即支粉红色的蜡烛，所代表的是宣布和喜乐。最后，咱4支包括中央即支白色的来点到，这所代表的是上帝的启示，耶稣基督的来到。所以通过伫遮教会的布置内底，虽然安尼真简单，但是伊有伊要紧的意义来成做咱的提醒。特别咱伫今仔日点到第一支蜡烛，牧师嘛伫遮正式来宣布，咱的教会已经进入到伫圣诞节期，嘛通过点即支蜡烛，来一方面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，另外一方面。嘛是要邀请咱来思考，咱要通基督临到伫咱中间的意义是啥款？特别咱要通过今仔日普世的经课表马太福音书24章的记载内底，就是来再一次来提醒咱，是毋是有用警醒的心来提醒咱家己的信仰有合伫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要邀请咱所有兄弟。你会当拍开你手中的圣经，难得再一次倒来到伫今仔日的圣经节来认捌和了解。伫今仔日咱看见着咱的圣经，多谢拄则咱的师会连洪宪长老所带咱所共读的马太福音书24章36节到44节的这段经文。我想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。来提醒着一个迄日迄时人毋知。伫即个经文的重点，拄则咱看见着
这个圣经的内容，互咱想起到一个真要紧旧约的历史人物，叫做拿阿。耶稣咧，譬如讲人子过来的时，就那亲像拿阿的日共款。因为伫迄个大水的时代要来到的时，人拢毋知影当时会来发生。我想咱倒来到伫圣经的内容，特别伫创世纪第6章、第7章遮的记载内底，咱拢会当真清楚看起着大水来到的时，所有遮的地上的物件、人、动物、精神，全部一尽毁灭。确实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上帝要求拿阿就爱来做一只大船。这个理由就是，当大水来的时，遮的走兽动物拢会当美入去到伫这只大船的内底，会当来互整个上帝的创造会当延续落去。但是上帝并无伫第6章、第7章的中间来甲咱提醒到，究竟大水当时会来。所以拿阿伫这中间顺服上帝的指示，伫遐做大船，做好了后，照着伊的邀请，将因全家，包括所有的动物、虫炭和侪侪只的走兽、精神来邀请入来到伫大船的内底。这个动作，拢会当看见着伫创世纪第6章、第7章的记载，拢甲咱讲拿阿遵探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看见着讲，耶稣用拿阿的故事来提醒伊的门徒，人子过来的时，恁毋免去问当时会出现，只要照着上帝的教导，伫遐备万心，伫遐来听候。列位兄弟姊妹，我想对着耶稣来讲，伊的学生不断拢咧问讲人子当时会来到，但是耶稣嘛只有顺探伫上帝的主权内底，来提醒伊的门徒，迄日连伊家己都毋知。所以换一句话讲，咱如果通过马太福音书24章的教导内底，咱足清楚会当看见着门徒不断咧问耶稣，末日的时，人子过来的时，有啥物款的掉头，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时间会当互因来掌握。但是咱看见着耶稣伫整个的教导内底，一直不断来提醒所有的学生，随时爱准备好势，随时准备好，行拿阿做大船迄个过程。圣经的记载，拢甲咱讲，一切拢准备好，共款。意思就是爱用警醒的心来去听候人子过来的时间点。所以，咱如果将马太福音书24章，包括25章，安尼连贯来看的时阵，咱会看起着讲，今仔日耶稣讲这个譬喻的内容，就是要来连接第25章。迄个10个在色女的譬喻，就是要互所有的人会当用警醒的心来去备办人子的来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今仔日个圣经节内底，来甲咱提醒，随时准备好的要紧。所以通过伫马太福音书24章第1节开始，咱就看见着门徒不断咧问讲到底时间点，到底什么款的掉头？但是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咱会当去知影讲，学生因的情绪，包括因的态度，是真仰望讲会当来掌握时间。因为一旦来当掌握时间的时，嘛代表因会当安心，因会当真妥当，伫遐来听候人子的临到。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会当看见着讲，人对着未来要发生的代志，拢会充满真侪烦恼、真侪忧愁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看见着人真仰望讲会当掌握未来，人才会有产生这款忧愁的艰苦。
那徛伫心理学的角度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人对着未来的未知，所以人有真侪 anxiety， 也就是焦虑。所以伫这个过程的内底，咱看起着讲，那既然人有这款焦虑 anxiety 这款的心理会反映出来的时阵，人对着未来有充满真侪惊吓甲艰苦，因为人无法度伫 anxiety 这款焦虑的心情内底来反映出伊会当有期待甲愿望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会当看起着讲，伫信仰的角度来解说的时，咱需要有更较侪相信上帝的旨意来成就咱的帮助，因为这是要帮助咱来面对着未来的人生、未来的时间，会当准备好，来表示讲咱对上帝是有相信的。是随时准备好，会当用希望和期待来克服所有这的忧愁。所以，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伫圣诞节期咧讲起着主的来到这款的议题的时阵，这是互咱重新来去思考，为什么主要临到伫咱的中间？咱每一年拢咧过圣诞节，到底耶稣的来到对着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，就是互咱会当转来到伫咱的日常生活，重新来思考，咱敢有用敬虔的心来去庆贺耶稣基督的过来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经文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圣经，甲咱记载。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记载讲，着爱敬虔，着爱敬虔。敬虔所反过来，无共款的解说，就是袂记节。人若一旦无法度敬虔，就代表人会袂记节。人若袂记节，人就对代志袂注意，最后就甲放互袂记节。耶稣的诞生，就是要甲历史上的咱每一个人来提醒：过去人有罪恶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，来成就咱的帮助，互咱看见着一个新创造的人。各位兄弟，咱若从整个的圣经拍开来看，伫旧约，咱看见着上帝创造，也就是伫圣经内底，咱看见着第一个亚当。但是到伫新约的时，耶稣，咱有的人甲讲，伊是第二个亚当。什么是第一个亚当？也就是伫爱甸农园这个亚当，伊是互罪所影响的一个人。所以伫保罗的批信内底，伫罗马人书一直咧甲咱提醒，罪对一个人来，迄个人所代表的就是亚当。所以人因为罪的缘故，人开始堕落。所以人一旦堕落的时，人就失去对上帝的认捌。所以人无法度认捌上帝的时，所以伫这中间需要有一个中保来成做，互咱去认捌上帝的形象甲内容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耶稣就是这个中保。耶稣就是帮助咱，会当互咱看见着上帝的形象是啥款。所以，咱转来到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内底，足清楚甲咱讲，耶稣基督伊的来到，是要来彰显上帝的公义甲仁爱。所以，咱会当通过耶稣去看见着上帝的公义甲仁爱，互咱会当伫这中间来悔改。来恢复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子的来到，是要互咱省察咱家己的日常生活，
是毋是有公义来生产咱家己的生活？是毋是有仁爱？简单来讲，如果若对公义甲仁爱无有警醒的时，那安尼咱才会当去讲，咱有警醒咧听候耶稣基督的来到。我想我再重复一遍。如果咱若对公义甲仁爱无警醒，咱又搁怎样会当来说明咱有将耶稣基督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？伫今仔日，咱讲到的题目叫做“希望、期待主的来临”。咱会通足清楚知影讲，警醒主的来到，真做是今仔日真要紧。伫圣经节内底，咱看见着爱随时准备的一个要紧。但是警醒随时备办好势，这对着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我想咱甲今仔日的圣经扭转来到伫咱的生活来看的是，现在的咱上界冲击咱的信仰的代志，我想大家人拢共款，拢真无用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为着要顾腹肚，真侪时阵咱来拍拼顾家庭，到后来咱就愈来愈无用，无时间来关心家己，连带咱的信仰的持守也愈来愈放松。那事实上来看，咱大家拢做认真过生活。所以现代人的无用已经成做一个生活的习惯，自然而然，咱就看见着对信仰无要无紧。所以，若希伯来人书10章25节，甲咱强调一项事。希伯来人书甲咱强调讲，咱对着聚会唔通停止。迄个停止的头前都有2字，叫做习惯。唔通习惯停止聚会，因为既然恁已经知影讲主要来到的日近啦。希伯来人书10章第5节、25节，甲咱讲唔通习惯停止聚会，既然知影主的日子已经近啦。所以，咱甲看见着圣经对咱的教导是甲咱提醒讲，唔通习惯，唔通习惯停止聚会。迄个意思就是咧提醒咱，咱爱时刻警醒咱家己，咱唔通互习惯成做自然，至到咱对信仰的重视就愈来愈无要紧，对着信仰的代志就愈来愈无注意。所以也因为安尼，生命到后来就麻痹，搁较毋免讲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会当时常来礼拜，时常读圣经，时常来祈祷会，时常来参加教会的时间。直接来讲，人已经开始无爱来做礼拜啊。但是，无需要甲咱大家提醒，咱唔通看轻这个问题。当一个人已经对信仰无注意、无要紧的时，那安尼嘛说明，伫咱的日常生活的中间，已经愈来愈无注意伫上帝的警醒内底。所以，现代的社会，咱看见着有真侪遮个文明化所带来的问题，来成做咱的影响。但是这个问题毋是靠食药就会当解决，是需要倒来信仰的中间来成做咱的帮助甲克服。各位兄弟姊妹，
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咱毋通时常来警醒咱伫教会的生活和属灵的生活。毕竟，这是互咱会当随时准备好，因为人子伫咱料想未到的时间内底，忽然间会来到。换一句话讲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那如果无信心，随时都会放弃警醒，然后表现出无志意，又搁怎样会准备好来迎接主的来到？所以我想，伫今仔日个一开始大讲节第一主日，牧师要提醒所有的兄弟姊妹，咱爱持守警醒伫教会所有的聚会，互咱会当备办心、备办好势，来迎接耶稣基督的临到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伫咱的周报中间，有来甲咱提醒，伫12月份，教会有一连串的事工甲活动来正做圣诞节礼拜的主席。我邀请咱做伙拍开咱的周报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周报第7面的所在。今仔日周报第7面的所在，咱有看起到2019年圣诞节礼拜的主席。咱今年圣诞节的主题叫做“但愿”，意思就是讲，伫淡水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用仰望、用祈祷来到伫教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甲疼痛。特别咱伫教会的中间，会当因为教会的光照、的温暖，来举起祈祷的手，来向天父上帝祈祷。所以，对今仔日下暗开始，一直到伫12月明年的元宵，咱对下晡的5点到暗时的11点，教会的礼拜堂的外面的灯会倒起来，因为咱伫10月26，也就是咱伫这礼拜有收到牧师传予咱的简讯内底有讲。咱已经点到礼拜堂外面的灯，这个灯所代表的是讲比月亮搁较暗一点仔的光影。迄款的光影是要互所有的人来到伫教会周边的时，会当去感受到平安，会当感受到温暖。所以，牧师邀请咱对今仔日下暗开始，每一个暗时，若你有散步来到伫教会门口口的时，会当小停步，留你的脚步，来伫即中间来欣赏咱教会外面的光影，嘛会当伫即中间来祈祷，来将你心中的愿望来交托给上帝。搁接续伫12月15，是咱今年教会最后一次的圣礼典。咱通过圣餐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互咱的确会当有平安，的确会当有主的顾守。伫新的一年要来到的时，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接续12月22，是咱圣诞节联合的礼拜。圣诞节联合的礼拜，咱通过圣歌队甲妇女团契的献歌，通互咱会当感受到，咱伫礼拜中做伙赞美上帝迄款的欢喜，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伫咱的中间。最后伫12月24，暗时7点，伫咱教会的外面，咱会来点到
咱的圣诞树。但是牧师是无要甲咱大家讲要点倒一丛，因为这丛还伫咧制作中间。所以伫今年，咱的礼拜堂内底无有放圣诞树，颠倒是伫外口会有一丛圣诞树。然后伫8点的时，咱会开放礼拜堂，伫遮来做礼拜，嘛邀请社区的朋友来到伫咱的中间，做伙点倒蜡烛，来光照咱头前的路站，来进入到伫新的一年内底。我想牧师安尼一连串安尼来讲起着咱12月遮个相关的礼拜的资讯，的确，互咱的兄弟姊妹听了有侪侪期待，嘛有侪侪愿望啊！伫什么款的时间点内底，会当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但是同款的意思，牧师嘛要来用今仔日的圣经节来提醒咱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敢准备好势？你敢准备好势？伫今年的圣诞节中间，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。伫今年的圣诞节内底，你敢已经准备好势？邀请你的厝边头尾、你的好朋友来到伫教会三甲来回应上帝的听头。所以通过伫今仔这个礼拜，我真希望讲啊，咱点到第一支蜡烛以后，是帮助咱会当伫期待、希望这款信仰的坚持内底，产生信心，互咱对上帝有搁较侪的信心，来成做咱接续进入到伫新的一年的帮助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求上帝来带领咱，因为咱点到第一支蜡烛的时，嘛是要提醒咱用警醒来迎接主的来到。因为咱若准备好，就是来将福音传予有需要的人，以及予所有兄弟姊妹来得到平安，得到祝福。恳求主来带领咱头前的路站，予咱所有兄弟会当用期待、希望、主临到这款的心情，会当有搁较侪对上帝的信心，来警醒咱家己。帮助咱将上帝记号条来成做咱性命的帮助，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上帝你的祝福，互阮会当伫上帝的带领中间来得到上帝你的固守。阮恳求主你的圣神，嘛成做阮的气力，会当互阮时常用警醒的心。无忘记这上帝，会当起调伫上帝来得到上帝你的救赎。恳求主，你来带领引带，也帮助阮头前的路站，互阮伫圣诞节期会当有侪侪的准备，来成做阮的帮助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